行政院长第四届全新说明总预算案，也讲医生防台调要提出救济，而且也讲这记者汇报手机老师是因为医生去防台调啊。彰化市中福街一栋透天厝透早就火烧，有一对病仔送病院了后，又援救无回来，另外2个人生命危险，也搁伫咧抢救。今仔日是旧历的12月24送神，鹿港天后宫遵照仪式，整理新房，甲新面换新衫，感谢这1年来庇佑。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3AM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届过年是有9天的年假，真侪人拢准备要出国。根据着这桃园机场公司的统计，这过年期间呢，逐天的平均运量是超过14.5万人。啊，若讲到咱国内交通的部分，台铁、高铁拢加开车班。高铁今年头一届是伫咧台中站设置前进指挥所，若阵人伤济时阵呢，就含台铁国道客运启动联合疏运机制。桃园机场大厅透早就出现人阵，不少人规家伙啊想要趁春节9天假期出国佚佗，也有人惊安检排队等伤久，延误登机时间，特别提早3、4点钟来机场报到。我们从台南5点出发的。那为什么会想要这么早来？就是怕过年人。因为大家都说淘金很多人。那你们飞机是几点的？下午1点多。下午1点啊？怎么那么提早这么多？怕路上塞车。根据桃机公司的统计，整体春节期间，逐天平均的运量超过14.5万人。出境尖峰日是1月25甲26，入境尖峰日是连续假期最后2天，也就是2月初1甲初2。无想要出国的民众是赶大包小包的行李提早回乡。高铁春节疏运23正式开始，今年嘛头一届伫台中站成立前进指挥所，针对自由座人阵进行即时监控。当人伤济时阵，就会启动联合疏运机制，适度甲高铁台中站的旅客移转坐台铁，也是国道客运的加班车。就等于有点疏散人潮吧？对啊，至少不会大家都挤在同一个车厢。那乘客会愿意吗？会愿意就是你的指挥，然后就去搭其他的交通工具嘛？因为有可能有的其他交通工具会搭比较久。另外，台铁春节期间嘛会加开8班次，7度到高雄自强号专车自由座的列车，因应旅客需求。若是民众想要家己开车行国道回乡，高速公路局指出，春节期间国道暂停收费的时段是正月初1至初5，逐天0点至5点；正月初1至初5，国三新德到燕巢系统实施差别费率，也就是单一费率搁拍8折。高速公路局提醒用路人，出发进前上好先查询即时路况，适时改行替代道路，也是调整出发的时间，通闪开塞车的路段。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天气的温度是搁再降落来，水汽也来啊，下番山昨开始又搁落雪。所以来就是过年，这气象署就讲，礼拜有一阵强冷气团，这强度是寒流的程度，中部以北将有可能达到春10度尔。也提醒咱的观众朋友，过年时啊就要穿好少。合欢山规片白茫茫，袂输那个来到人间仙境，真有寒人的气氛。当地饭店业者表示，合欢山对拜三暗时6点开始落雪，一路落到拜四透早7点，涂海雪已经累积到3.9公分。昨晚6点多开始下雪，累积到今天的早上，目前积雪厚度约3.5公分。也若北地天气，气象署表示，拜三到礼拜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各地低温伫咧15度至17度左右，是小可凉冷的天气形态。不过到后礼拜1为落暝的前一天，到时会有一波寒流影响台湾，北部宜兰地区无到10度，中南部和东半部温度嘛，敢若10度左右。气象署提醒低温会维持到后礼拜3、初1迄天。落在一个是除夕啊，另外是年初1的清晨哦。那这段时间呢，可能在中部以北以及宜兰花莲会有来到10度以下的低温，在比较近山区空旷的地方，就可能会再低个2、3度左右，所以是有机会再出现更低的一个低温发生的。落雨的部分，气象署表示，拜四到后礼拜1这段时间，北部东半部水汽多，云真高，随时会落雨，一直到2、9暝，全台会转做大冷的天气。气象署提醒民众要特别注意过年时的天气变化，要穿好少，避免感冒。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
114年度总预算案这条也是继续对呛，行政院长杜永泰今仔日是第4届，亲身说明预算防台调对政府的影响，也预告讲会依照宪法征收条文第3条，和行政院的权部和机部研究这救济行为。另外，大多数已经核定的计划预算要重新核定，除了福利政策以外，其他补助承诺冻结50%。117年度总预算3读完成，落尾预算抬减到2075亿，但是行政院长杜永泰无法度接受，而且第4摆亲上火线，决定要照宪法征收条文第3条，和行政院的权利和义务来进行救济。我们会依照这个条文来进行我们的后续救济行为。面对这种无差别的攻击，我们没有办法说自杀式的删减。杜永泰讲，这台减的比例是大到互政府无法度施政，而且包括总统的国务机要费嘛，互台动，监察院互大幅台减预算，会造成5院的体制无法度运作。而且指出讲，这是已经核定的连续性计划和预算，拢会全部送登去行政院定核定。除了福利政策以外，各项补助是先冻结50%。凡是不直接牵扯到弱势团体人民的直接的福利关系的这些政策。单是补助的部分，我们先冻结50%。他说这个东西是很珍贵的蛋，一个蛋在眼前被捏碎的感觉。3的理由让我觉得他们非常羞辱。文化部长李婉因日本作家西来讲的文章，讲到访台预算的时阵，真属是真激动，讲袂出话。不过在野阁批评114年的总预算经过提案抬调了后，同款是史上上悬。国民党团去中正1分局告发行政院各部会和一寡媒体，讲伊涉嫌放谣言抹黑总预算，讲要告因违反社会法。农业部造谣说老农津贴领不到了，财政部透过他的本专说，统一发票奖金被删掉了。所有中央政府总预算在今年度要用的这个金额，事实上已经创了历史的新高了。现在的行政院的院长是历年来中华民国最富有的阁揆。杜永泰回应讲，部会针对预算防台减的评理来争取，欢迎在野提过，安尼等到互部会搁较有机会充分来做一个说明。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今仔日的记者会，甲这听众朋友来会室的原因是因为这行政院的新闻传播费用，和立法院全部抬调，所以无预算来请这邱记老师。对听众团体表示讲，希望这朝野党派唔通搁再弯落去，唔通牺牲听众朋友的权益，赶紧恢复这邱记权益，互因听好伫咧第一时间了解到政策和公共资讯。那么对听众朋友，我们非常抱歉。拜是行政院开记者会，不过详细看正屏下面的位置，写着新闻传播处的费用，因为互在野党删除，无法度搁请手机老师。原本这个乌坑的位置是有手机老师来比手机的，不过即马煞看袂到啊。我们平常院会后记者会在这个绿幕前面都会有手语老师。但是因为新传出预算被全数删除，所以我们真的请不起手语老师了。对听众朋友，我们也是真的很抱歉。行政院表示，原本新闻传播处的预算伫咧114年度有变0.5亿，不过即届互立法院全部抬掉，致使无钱通请手机翻译。有民间手机团体表示，即届立法院三读通过所抬掉预算，一定严重影响到听众朋友的权益，无法度伫咧第一时间来了解政策和公共的资讯。立法院。这样子吵架真的没有必要他希望说好好的谈一下行政院呢就是行政首长希望慢慢的大家静下心来，然后想看看怎么帮助农人另外，台湾农林联盟嘛出面声援，伫咧面册打出声明，希望朝野立委保持包容公平的态度，保障听众朋友的资讯平权。也那国民党嘛伫咧面册回应讲，建议行政院会当向台北市社会局申请免费的手机翻译服务，确保听众朋友的权益。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立法院去年三读通过宪诉法修正，总统府今仔日正式公告，这1月25生效。不过，总统赖清德表明讲，这部分内容可能会影响到宪法法庭正常运作，建议申请宪法法庭裁判。民进党团今仔日向司法院送证纸，申请暂时处分甲释宪。
林焕仪去年底三读通过宪法诉讼法修正案，就算行政院抵押人行为理由提出复议，有缘予林焕仪否决，将其尾23透早总统府依法公告。也毋过总统批示，相关内容有妨碍宪法法定正常运作、侵越司法权力核心范围，甲破坏政府体制分立制衡的宪政证据，爱声称宪法法定裁判维持宪政秩序。我们一定要对于他们的宪法诉讼法予以暂时处分以及释宪。他们搞到这样的时候，变成只剩下8个，这8个当然不足10额嘛。我们不可能性发现一个1本的错误，不足额去释宪的。现在赖清德是自居为超级大总统，直接下条子给5院院长说宪法诉讼法必须要释宪。那这种已经严重的破坏了我国的民主宪政。根据修正条文评定，政府评议的大法官人数袂当超过10人，造成违宪宣告时，同意违宪宣告的大法官人数袂当超过9个人。这伫目前只有8位大法官的状况之下，民进党质疑若要修法，是要予宪法法定伴随，决定赶伫25生效，向司法院提交申请暂时处分加释宪。不过国民党再次表示，宪诉法的修法绝对是无违宪的问题。最坏的结果、最争议的结果，那就是用现有的8位的大法官组成的一个宪法法庭，直接就把宪诉法就开始就把它冷冻起来了，就清清楚楚看得到，大法官配合执政党做政治操作。学者强调，暂时处分的制度是大法官基于法律来创造的，不过过去并无伫法律生效前就行使的前例。大法官如果真的做了暂时处分，那这个很明显是跟立法院的当时修改宪法诉讼法的这个蓝白阵营在野党的这个的用意跟意志是违背的嘛，就会造成就是宪法法庭跟立法院之间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对立啦。那朝野的对立应该会更明显。苏主要也提醒，若大法官伫法生效进程的空棚之间裁定暂时处分，毋但会造成甲国会对立，宪法法庭超出党派定位恐惊也会一直防削减。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彰化市庄福街一栋透天厝件透早4点多时阵发生火灾，内面有5个人，其中呢，这姓郑的一对爸囝送病院了后，由援救无回来，另外2个人重伤，有生命危险。因若这导火原因，佫需要调查。消防人员赶紧用破坏工具切割铁门、抽水线来灌救。彰化市庄福街一栋4层楼透天面体，23号半暝4点41分左右发生火警。厝主出国无伫咧厝里，但是厝主34岁妻姓查某囝一家4个人受困2楼，32岁妻姓后生是伫咧4楼呼救等待救援。现场是4楼的 RC 建筑，那我们总计出动了22车47人。那抵达现场的时候，1楼已经冒出了火焰，那4楼有1名民众在待救。那我们迅速的部署水线，然后将1楼火势控制。消防队出动22车47人抢救，火势真紧就控制，而且将4楼的7人救出来。但是烧熄火场却发现，伫咧2楼后壁的房间有妻姓女子，也有伊的先生张姓男子，也有因3岁后生甲7个月大的查某囝，4个人第一时间拢已经无呼吸心跳。民众讲起火迄当时有听到爆炸的声音，1楼有藏杂物。我4点外大家还咧困啊。哎呀，对啊。你不就带来蹦几声？嘿。蹦了几声？蹦哦，可以可能家是蹦起来看。1楼的部分哦，目前看起来有一些物品在那边啦，对。大概是什么？因为我只是在外面看，因为现在已经烧得不是很清楚了，可是蛮多东西啊。5名伤者送医急救，但是张姓爸仔囝经过抢救3个不治。妻女甲查某囝虽然已经恢复生命正常，但是昏迷指数3分，医院伫咧加护病房急救。另外7人是轻微的击伤。7个月大的妹妹目前是进到我们的加护病房，进来的话，目前昏迷指数是3分。那我们抽血的话，发现她有严重的酸中毒，可能还是跟她在火场有一些一氧化碳跟那个心跳停止是有相关性的。年前发生悲剧，造成2死2命，唯一轻伤。日时警消已经到现场轰炸附近的厝边，另外详细起火原因也搁有待消防人员调查。公视新闻综合报道。
高雄也通报今年头一个80岁的病例是一个2个月大的查甫婴仔。卫生局目前有甲这个接触者，包括着亲人、医护人员，总共有39个人考起来进行健康检测。家长带囡仔来病院等要看医生，高雄出现今年第一例8月扫的个案。一个2个月大的翁仔仔，初期开始扫，阁有痰，连续2礼拜拢无好，阁出现气味深的嘘咕声。上病院带医并采检了后，伊确诊是8月扫。百日咳为呼吸道传染病，潜伏期一般为5到10天，最长可达21天。主要是透过飞沫传染，初期的症状跟感冒类似。口罩要戴着，尽量少去那个人多的地方。其他家长知影有一点紧张，表示会互囡仔挂好喙罨。卫生局接到通报嘛，做一调，确认翁仔仔主要照顾者是妈妈甲阿嬷。阿嬷1个月前就有扫的症状，其他厝内人目前无状况，赶紧将厝内人甲医护总共39人列做接触者，预防性投药。小朋友感冒常常会造成一些吸支气管炎，然后有时候也会咳得蛮明显的大部分1-2个礼拜慢慢就好了。咳得比较持久、比较厉害，咳到吐奶会有点喘那个就要找医生评估一下。医师表示，就因为8月扫一开始症状甲感冒真成，真歹分得出来，加上翁仔无抵抗力，更需要5下预定疫苗防疫。秋冬感冒的人真侪，加上特别过年，医生嘛提醒家长减少带囡仔去人侪的所在，降低感冒等传染病群聚的风险。公司新闻陈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台电伫咧台中港附近的有采这发电风机，伫台中港部公司分公司的这土地顶头呢，有长期的风叶啊。这台电证实讲是2015年属伫咧风灾落落来的，会赶紧来甲这物件刷走。那台中市环保局也认定讲，因有违反废清法来甲因开罚单。涂骹道大片风机红叶仔的残骸，外表看会出来明显受到风化。台中市高美湿地边仔关港北路一带有几排台电风机踩伫台中港务分公司土地上，并将检举当地有风叶仔散落台电公司23甲台中港务分公司。台中市环保人员现场会勘证实是2015年所得的风灾时，风叶仔长期落伫涂骹。风机叶片的残骸。它是先前在2015年苏迪厄台风来袭时的损坏，它散落的啦。那台电当时其实已经做了清理，但是部分的这个残骸散落在林木比较茂密区域没有及时去发现处理。那个区域当时是无道路可以进入，需要整地后再进行清运了。除了所得的风灾，2019年台电风机也发生挡袂住强风、风叶仔长期的事件。台电表示，台中港风机是早期兴建的陆续风机，耐风程度较差，因为台中港务分局土地树仔真旺，当年无及时发现。台中市环保局认定，破去风叶仔散伫涂骹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甲事业废弃物独存清除处理方法甲设施标准，会开罚6000至300万罚款。现地确有风机破碎叶片飘散，污染地面。合有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第36条第1项及事业废弃物储存清除处理方式及设施标准第6条第1项第2款，依法可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款。你身为国营企业，你却连最基本的废清法都不好好遵守，你就一直摆在那边摆10年，没有依法提出废弃物清理计划书，不去清理就是摆烂。环保团体批评，各用事业台电带头违法，控告10年才要处理。台中港务分公司表示，已经通知台电提出清分方案。台电强调，风机风叶仔的材质无毒无害，未造成土壤也是水管污染，后手会来清查散落的范围，赶紧展开清分。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来看这条新闻，确实是趁钱有数，性命爱顾。有一个姓谢的特技表演者，透过面册申请去到泰国表演。去年12月底去到当地了后，才发现讲这拢是诈骗，而且伊人互关起来，连治要到3礼拜。这个月14是顺利回来到台湾。警政署就表示讲，最近这诈骗的手法是变来变去，特别呼吁民众要因头路进前，上好爱查证，而且爱保护自己。双手互拍到溜皮，手腕阁有封口手铐的痕迹，这位是政治阵仔真无简单，才互警方对泰国调回来的台湾特技表演者，拜四来到警政署记者会，讲出家己咧网络顶因海外头路索去互人诈骗的经验。伊讲家己是去到国外才知互人骗去，阁受人凌迟。伊强调即马手法愈来愈有路，咧发现家己互人骗进前，
因头路的过程拢和台湾正常头路定数同款。对方也是把很多就是我们在业界里面可能会得到的一些内容，也是会传来给我，专业内容全部都有传过来，所以当初那个时候会让我觉得说，就是跟我们当时在台湾所接下工作的时候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经政署表示，这阵啊接到民众去到海外求职防诈骗的案件有愈来愈多，诈骗手法百百种，建议民众莫凊彩相信网络资讯，也是网友的推荐。像讲若要求民众替人买物件、开口罩等等，就要看买册嘞。有些骗你去帮他去海外开设账户，然后有些是说去旅游啦，给你比较便宜的这些旅游的费用，或是说免机票等等，你只要帮我去开个账户，或是拿个代购的东西。另外，时代力量有针对诈骗的情境去做诈骗风险减低的民意调查，发现台湾有20%到30%的人是熬予人诈骗的高风险族群。台湾国际反诈骗协会也表示，通常民众去到外国做工课，拢是想要有更较好的机会会使发展。我好像没有出国过，那可以去又可以工作又可以去玩，是一个很好的美景的状况之下，所以他们就很快去。像被骗去缅甸或者柬埔寨的，其实很普遍是比较年轻的，大概35岁以下的。台湾国际反诈骗协会特别强调，民众申请海外工课一定要开时间查证，通透过165反诈骗专线去问看公司资讯敢有正确。外交部也特别设立海外求职限制宣导专区，帮助民众提悬警觉。记者张家佳、谢桂玲台北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这新闻，讲到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了后，遂签署行政命令，阻挡非法移民，准备要伫咧南部边境增加1500名美军驻守。另外，也强制要求这联邦政府内部负责多元边境相关业务员工开始休假，是因为准备要裁员。巴利案上百位移民伫咧加州南部边境被赶到墨西哥的提华纳，因为美国总统川普上任的即天就宣布，因为非法移民入侵，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且签署移民相关行政命令。白宫伫拜三也阁证实，美军将会向墨西哥的边境增派1500位现役军人。President Trump is sending a very strong message to people around this world. If you are thinking about breaking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you will be returned home, you will be arrested, you will be prosecuted. Do not come. 另外，川普反国庆、反多元共赢政策也开始做。美国人事管理局伫拜二向各机构发出备忘录，除了予 DEI 办公室，也就是负责多元、平等、包容政策的职务员工开始休有薪假以外，也阁要求各机构提了所有甲 DEI 相关的官方网页，也阁会取消所有甲 DEI 相关的备份或者是合约，并且伫10天内向政府办公室报告，看是毋是也阁有 DEI 计划想要用改名的方式阁偷仔做，若无将会面临着不良效果。这项做法也予民主党的众议员批评。The misinformation and disinformation on what DEI hire is has been that there's an individual hired because of their diversity, and many of these positions are positions in which the person is responsible for diversifying the workplace, for recruitment, for retention, for creating a space that is welcoming for everyone. 除了冻结招聘，川普也阁宣布一项返回办公令。要求联邦政府员工结束自新冠疫情以来的远距工作模式，恢复一礼拜5天到办公室上班。公司新闻张伟林编写。川上任了后签署的行政命令当中，有一项就是关系到中国影音社群软体抖音的国际版 TikTok。川和这 TikTok 的母公司自这跳动75天时间，和美国的买主进行谈判。川也强调讲是为着要掌握影音平台主导权，自这跳动公司爱卖一半的股权给美国的买主，若准唔食这期限一个到，就爱伫咧美国消息。看 TikTok 伫美国消息支持了后，高重新上线。纽约这几个少年人现伫真欢喜，有 TikTok 软体的中国日籍跳动公司，伫川普上任进前，就是伫美国已经无出路啊，家己提前关起来，也毋过随川普签署的行政命令，互业者75日的缓冲期，代志各有转机啊。If I don't do the deal, it's worthless, worth nothing. If I do the deal, it's worth maybe $1 trillion, $1 trillion. So if I do the deal
talking about doing it for the United States. If I do the deal for the United States, then I think we should get half. 隔两天，川普甲两人的孙正基甲顾问的赖瑞·埃里森共同召开记者会，宣布新闻这个大型的人工智慧基础建设计划。佢表示，美国伫 TikTok 这个问题上的立场。You have an asset that has no value or has $1 trillion value. It all depends on whether or not the United States gives the permit. So what I'm saying is let the United States give the permit and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get half. 记者会结束进前，川普面对传媒，和这个使人去思考的答案。You have TikTok on your phone? No, but I think I might put it there. I think I'll get it right now. By the way, again, we won the young vote. I think I won it through TikTok. So I have a warm spot in my heart for TikTok. 另外，若未来 TikTok 有真正美国买主摕到半数股权，会是当在开记者会，甲股份创办人赖瑞·埃里森，也是选战期间一路相挺的 SpaceX 的执行长马斯克，川普目前是无特定的意见。公司新闻旗家人编译。来看印尼的爪哇岛，这礼拜因为落大雨造成水崩山上部有19个人死亡，官方继续伫咧抢救防台起来民众。另外，伫咧印度有一帮火车，将有可能是在车厢内面着火，这旅客着急来咧跳车，煞互另外一台火车弄着，造成11个人死亡。印尼中爪哇省的山区顶礼拜开始继续落大雨，日起发生几个所在水崩山，真侪道路处拢予水淹，居民受起灾后降临只是1万年。Kira-kira waktu 18.00 tiba-tiba dari dalam kafe itu ada bunyi ledakan, jadi tanah meledak, tiba-tiba udah目前已经知影19个人死亡，13个人受伤，7个人失踪。当地官方宣布为期2礼拜紧急状态，佮出动重型机区，想要清除土石，找到受害者。也毋过，因为大雨还未停，救援行动不时被迫中断。镜头转到印度西部，里发生火车弄着人的意外，有一帮开往并北的火车，行驶中途乘客突然大量跳车，所予其他驶过来的列车弄着。警方初步怀疑跳车的原因是因在车厢发生火警。वहाँ पर जनरल डिब्बे में ऐसा कहा गया कि आग लगी है, तो चेन पुलिंग होने की वजह से कई लोगों ने राइट साइड, कई लोगों ने लेफ्ट साइड वहाँ पर जंप लिया और बाजू से आने वाली जो कर्नाटक एक्सप्रेस है उसमें कम से कम 11 लोगों की मौत हो चुकी है, 4 गंभीर बताए जाते हैं। 目前官方统计造成11个人死亡，5个人重伤。不过根据当地媒体报道，伤亡人数恐惊还佫较侪。虽然印度开大钱，希望解决真大，不过过时的铁道运输系统，不过油源定传出意外。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美国新任的国务卿鲁比奥主持美国、日本、印度、澳洲4方安全对话，会后是联合声明强调讲，强烈反对用任何武力或者是威胁的手段改变现状。虽然无讲是中国，但是外界拢认为这就是在针对中国。另外，中共今年第4届对待这批联合战备警巡，41架军机军舰来出动，也有1架无人机涉台湾一列。日本外务大臣严屋嘅印度外交部长苏吉生、澳洲外交部长吴英贤做伙翕相。美国新任国务卿鲁比奥展开外交第一步，就是主持美日印澳4方安全对话会谈。扩大外长会议以捍卫印太主权领土完整。会后联合声明讲，强烈反对任何想要用武力，也是胁迫手段改变现状的单方面行动。无点名倒一个国家，不过外界解读是针对中国。中共嘛一直有军事动作，今年已经4届对台湾展开联合战备警巡。国防部23发布查到中共主副战机、无人机拢总35台，其中27台飞过海峡中线，进入北部、西南甲东部空域，也佫出动无人机对台湾形成包围网，国家强拦6架绕台。学者分析，川普2.0展现美国联合印太国家共同对抗中国的挑战。我并不会因为你的所谓的这种强硬的发言跟发言，还有一些动作，我就对台海议题上面会有所改变。这个美中之间的一个关系啊，其实在短期之内啊，似乎会有所谓的和善，就是所谓的我们讲蜜月期也好，就长远的来看，还是这种负面竞争的这种紧张关系。那是海基会要伫2月初3举办台商春节活动，邀请台商返来台湾食春酒。不过陆委会
23点名对华代办真侪个主动，对无友善的做法表达不满。在大陆各城市、各省市的这个台商，所谓的台商协会，他的秘书长或者是可能都是当地的台办人员兼任。每一次我们在办类似这样的活动的时候，劝阻台商，会长、副会长等等不要回来。针对中国宣布会予福建、上海居民团队来台湾佚佗，是毋是伫过年后来台？杨文杰表示，两岸观光长真侪年，有真侪事项需要靠观光小量会来沟通。咱方的代理会最近会联络海理会展开讨论。记者综合报道。陆军退伍中将高安国去向亚出讲，伊透过这统促党的总裁张安乐牵线，替中国资金伫台湾发展武装组织，被指廖白啊协助中国拍台湾。检方依照违反国安法起诉高安国等6个人，也要求爱甲这高安国判10年以上的党刑。那些企图制造分裂、阻挡统一的势力啊，无论内外，注定将在这股不可逆的洪流中被淹没。呛声使用两岸对立的人会加做历史的回震。陆军退伍中将高安国鼓吹两岸统一反台独，山野出加做强调，加做史上强烈暗的退伍上悬的将领。涉案的包含高安国姓刘的女朋友台湾军政府发言人欧少康，陆军退伍司令部后勤部少校张胜福，退伍陆军中尉屈仁宏等6人。我们台湾还有一股追求和平、反战争、要求统一的声音出现。高安国是陆军出身，捌做华东防卫司令部司令官、陆军第6军团司令部副司令。高检署指挥官承办掌握高安国、侯孝康，伫冲突党总裁张安乐引荐之下进出中国，互中共吸收了后，伫台湾发展武装组织，撤回颠覆政府作战计划，先到做类型协助强军攻台。高检署指责以涉犯国安法起诉6人，高安国各被揪出10年以上的党刑。目前并没有现役官兵的涉案，也没有重大的国防机密资讯泄露的一个状况。高安国真侪摆写统一计划书，得到中共500万嘅金元。去年佮组织成员到北海岸勘察地形，利用无人机、无机紧张监视军方机动雷达车，回报中共，引起各界关注国安危机。中间人其实也是这个张安乐，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我们到底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法规，能够先把中间人呢予以规范？这些资讯如果提供给中共来运用，或者是成为公开的一个依据以后，那势必我们在国军的固安作战计划还有机动路线方面都要做更周延的保密措施，甚至要更改整个机动路线。重点还佫一摆重创国军形象，李慧认为应该修法加减外犯罪，加强协助的力头。伊北辰指出，国军爱强化官兵保密防谍，也爱重新盘点作战的阵地。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交接台湾和马祖的2条海底电缆线拢登记，所发部长是表示讲是自然损害，按算2月底会当修复。目前中华电信用微波来避完，马祖的居民表示讲目前是无受到什么款的影响。咱的国军方面呢，也提供这国军微波开卫星系统做避完，通讯状况正常，袂影响到国军的通联。台马第3海缆15下晡发生故障，台马第2海缆22透早5点半嘛登线。无到6天，2条缆线是转登，但是马祖的居民讲，含较早海缆登去的时阵比是好真济，会使讲是无什么影响。这次是还蛮快就已经接通了，用那个微波的，我们网络上都还连得到，速度昨天有比较慢。较早捌有过长忙6天的经验，马祖的居民讲，即摆除了网速小可变慢，其他通讯拢正常。都是因为中华电信是紧急启动微波和卫星来避完。国防部嘛表示讲，因启动国军微波和卫星系统来避完，通讯是正常的，袂影响到国军的通联。对即摆缆线登去，因讲应该是自然吹去。司法部讲，若是人为的，全世界无一个人会当预估海缆随要登去。我们大概唯一能够做的一件事，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尽量的去
让海缆有多重的链路。司法部讲，伫去年和前年投资补助业者做过较多元的海缆。中华电信进行中的台马4号海缆，有整整预算差不多1.4亿的补助。不过，即摆因为预算风台调，海缆登陆站可能无法度用较大、较有效的金额来补助啊。登陆站的部分大概就是所谓它的强化啊，比如说它的设备，它里头的自动安全的设备，然后它一些建筑体的这些去做所谓的强固哦。司法部讲，若是海上会使，按算2月底就会当修复2条海底电缆，但是预算方台减35.8亿，对业务的推动会造成真大的挑战。因会伫有限的预算之下，尽量维护所谓韧性，帮助所谓产业持续来打击诈骗。记者综合报道。114年度总预算前期也未停扣，这交通部今下晡时召开记者会，说明这摆预算防台检甲冻结，会致使这交通部道安、气象、公运、铁路4大部分的业务受到影响，无排除配合行政院走做救济。行政院长对应台伫行政议会也讲，当咧等待这立法院甲详细预算数字送到行政院，再过来研究讲要安怎提起相关的户籍。公预算被煽动，全民便利遭牺牲，全民便利遭牺牲。交通部拜时召开记者会，说明这摆114年度总预算3读以后，交通部受到影响的层面。交通部讲，这摆原底有编1759亿，互立法院台减61亿。冻结117亿，会造成道路安全、气象、公运、铁路4大部分业务受影响。亲像道路标线设计改善进度、气象预报准确度，拢可能受影响。这个路安的部分，我们一些交通的一个转动员这个平台根本没办法运作。我们气象署的高速电脑也有问题。我们公路局的对地方的补助也会出困难。另外，铁道的建设部分。也会造成东部的一些不足。面对预算和立法院台检冻结，交通部讲，主要也是希望透过沟通来解决问题，但是也配合行政院透过宪政体制寻求救济。另外，行政院表示，这摆台检冻结预算，大部分拢集中伫各国理费、特别费、媒体宣传费用等等。行政院讲，目前正在等待立法院送交详细的总预算数字，后续会建议提出复议。所删减的是集中在某几个机关里面的某些个项目。这个才是重中之重，业务费、人事费，包括媒体的宣传费，还有国内外的旅运费、设备费等等，都被严重的删除。行政院长杜永泰讲，目前也无清楚详细的预算数字，目前初步计算，立法院宣布台检的预算是达到2076亿，台检比率达到6.6%，偏过去3年比起来，台检的比率平均是1.1%来讲，这摆台检的比例是达到过去的6倍。行政院也请各部会首长斗阵合作，改变现状，让国家继续运作。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台北法院针对着金华城案政治献金案，今仔头一届开庭审理，有风声讲前台北市副市长潘金星，还有前都委会执行秘书邵秀培2个人拢表明愿意认罪。邵秀培律师是向法院争取，或者被告会当假罪2年。官司案地步啊，来到台北第2，前台北市副市长潘金星涉及金华城案件，和检方起诉了。法院伫咧2月第1面开庭。今天还是一样会认罪，对不对？潘金星涉犯贪污的道理罪嫌，伫庭上提供，伊前一阶段应讯30几遍，该讲的拢讲啊，应该认罪也拢认罪啊，无新的口径，对起诉无意见。不过，伊的律师对认罪标准是有意见。我们认为起诉范围有点过广，但是没有否认犯罪。同一天被传唤到庭的，也有前台北市都委会执行秘书。邵秀培，伊伫庭上讲，就敢若前一阶段所讲的愿意认罪，伊律师也请法院参考到邵秀培伊犯后态度好，已经转做污点证明等理由，会当回2年缓刑。你今天在法庭上全部认罪吗？排伫上尾也审理的是在案的被告，掌望基金会董事长李文忠。专案的第1遍审理，并无传唤在案的前民众党主席郭文铁、维京集团主席沈庆京。甲台北市议员应晓明等人，不过沈庆京以身体的原因为理由，已经申请拒保停押。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2017年6月初2落大雨，造成这协一厂附近的山内崩山2户机组停放，其中用伫咧防灾的劳务采购也标出讲有误导介入标案情形。监察院是纠正台电指出，这台电内部一个员工长期以来甲误导斗空介入标案，这内部管控出问题是重大过失。溪水南着土石，金山的洪溪桥被大水冲断做2截。2017年的6日河大豪雨事件，直接造成协一厂19个边坡有出电人的情形。另外，一个2号机的高压电塔倒来。严过地主嘛，监察院委员是表讲，代志发生了，协一厂边坡地质灾害的救灾工作有牵涉到公务人员的备案。假性员工他收受贿赂，然后这个借势借端不是1年2年，他长达10年，那竟然就台电自己不知道，那这个负责政风的单位也没有去介入调查，是一直到有厂商被不法集团这个欺压。经过监察委员调查发现，救灾工作的劳务采购案受4国民众主导围标，4届台电员工主办，严格办理过程却严重违反政府采购法的规定，涉及到普遍误算。敢若是采购案的绩效，就甲市面上的绩效差别甲2.5倍到5倍。另外，采购案办理的过程也无遵守公共工程施工品质管理作业要点，无台地工程专业的单位监督，有明显的缺失。所以我们希望说，台电公司不要因为已经到了除役阶段，然后就是松懈，就说一般工程该有的一些标准，就是一些规定，你还是应该要遵守，不能再发生这种舞弊的状况。检警调查发现，不法集团就是以天路明同心会金山分会4国分会会长带头，组成围标厂商的集团。在这期间，因布列协助其他厂商，4届员工就做白手套，自18年开始向厂商索取汇款，涉及到啉酒应酬、收受财物。不过，台电公司对4届员工的异常是无做到廉政风险的评估，也无定期对风险职务做职务的论调，恐惊是监督不周的情形。那他得标的工程是属于电厂外的那个杂项的工程，它不涉及核能的安全项。那针对刚才提到的假性员工不法的行为，在106年台电公司发现异常之后，就立即调离相关的职位。监察委员也再一遍呼吁经济部应该监督台电公司彻底改进采购加经费编列的内部控制机制，那无公务机关会一再将这不法分子的目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为了安全，这高雄一寡车路顶头会设置减速的塑胶珠啊，强制汽机车爱甲速度放慢。不过民众反映讲，安尼一排一排减速珠啊，会造成噪音，而且塞轮椅是真吃力。高雄市交通局也讲，目前大多数的减速设施都是早前地方家己做的，因已经有争取到经费，会先改善高龄社区。1台、2台、3台，不管是直接到过，也是越过，经过这个减速珠啊，一定会将速度放慢。另外来看这个路口，赛车的民众也是同款慢落来，行会哭到底盘。一寡社区也是巷仔口，拢会当看到这款塑胶做的减速珠啊。民众讲有做较安全，不过有行动无方便的民众认为，塞轮椅的时阵是真吃力。你如果说坐低一点，没有那个减速的效果啦。对啊，它有存在的必要性啊，是会造成不方便没有错，但是它有存在的必要性。轮椅要塞过嘛？太偏，对，一直爱坐边啊，袂绝对安尼无可能。嘿，阮的小姐伊因为我倒，无法度伊力也无够，会跋倒啊。高雄市交通局讲，高雄目前的减速处啊，拢是依照地方公所家己做的，规格有大有小，有悬有低。民众环境有时车辆经过会产生噪音，甚至佫会触电。今年因争取到590万的经费要来改善，头期省会针对时代较侪社区来试做，若是成效袂歹，后续会来推广。这个月才刚决标出去，所以是希望说不要限制说一定要做什么形式啊，如果规划做好的，我们就来做那一种。交通局初步规划是要升第3明区的河堤社区来试做，目前也搁甲社区伫咧参详，整个计划按算今年底进程会当完成。记者柯卡如区朝阳高雄采访报道。
旧历12月24是送神的日子，即中华鹿港天后宫就准备这新礼果子，叩答新姻，感谢新期，出动上百位的志工来整理新房，做伙来清屯，替这新春换新衫，也感谢圣庙文武尊神一年来保庇。志工用青仔甲妈祖婆新春的用野饼好清气。旧历12月24是台湾民间习俗内底送神清屯的日子，固定古迹鹿港天后宫出动正百位志工来甲庙内环境拼拼咧。尤其咧整理新春爱特别细致甲斟酌，因为鹿港天后宫的妈祖婆拢有上100年的历史。因为咱伫新房内面的新春吼，拢是上100年的新春。所以讲，咱咧整理的是爱足轻的，无会去破坏它本身神尊的一些油漆啊、一些漆线啦。今仔吼，就是咱民间吼讲的吼，咱来上神的一个日子吼，庙恁吼是来清屯，然后谢太岁跟谢刀庙，感谢讲吼，伊今年吼几年通天吼，甲咱保佑吼，咱一家大细吼，拢会使平安顺遂。除了庙方会准备新历果子、谢太岁、谢刀庙，一般人家厝也会送神清屯。然后伫厝内安太岁民众，嘛会伫送神听金的时阵，甲搭伫厅头的太岁符做伙挂掉，答谢今年太岁星君的庇佑。然后过旧历新正的时，才搁敬奉第年的太岁符。会准备寿金搁加码，加码就是新命咧坐码，所以互伊转去的时阵会使坐加码，搁有咱太岁符甲伊摕落来了后，会迅速甲伊化掉，了后就再开始清屯。一般12月24清屯即天，送神分做送灶神甲送众神，各地头也有无同的风俗。但是为送神拜拜到清屯摒扫环境，拢会当看出台湾民间风俗敬天谢神的心意。嘛趁过年前大摒扫，要甲歹运摒掉，迎接新正的好彩头。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讲到乌鱼子是过年时大家真爱食的物件，为着要互大人的囡仔，拢当了解到这乌鱼的历史甲生态。阿里山世界遗产协会举办台语课程，规划体验活动，或者大人甲囡仔，哪算哪学到这乌鱼到乌鱼子的实用教育。学着台语的意思，上课的大人甲囡仔，先来入捌字甲拼音了后，老师佫运用这个思维来了解台湾的乌鱼，包括台湾的乌鱼的历史，佫有生态环境对乌鱼的影响，嘛甲大家用纸做物件来耍，增加因的学习印象。乌鱼子是安怎来的？伊的生态是啥物？和咱台湾的关系，甚至是对荷兰人来到台湾的时阵，一路来到遮咱这个时代演变这个乌鱼是安怎出现伫台湾？又搁是安怎变做台湾的食食文化？参加活动的家长讲，因拢知乌鱼子的价值，但是对乌鱼拢无啥了解。囡仔的学校嘛无一定教遮详细，陪囡仔来学台语，唔但学字学拼音，嘛对咧来认捌这项在地渔产。伫生活的部分，听老师讲，安尼囡仔较会学到物件，较活泼啦。较有印象的，就是知影讲乌鱼子是安怎制作出来的，真够工。上课的老师讲，台语的使用除了生活方面以外，嘛爱增加知识方面的思维，实用教育结合台语来推广，唔但互台语家庭的父母甲囡仔增加知识，嘛互台语的使用范围更较多元。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新竹市果菜批发市场在地人拢叫做是大菜市场，为了要减少这食材浪费，推广食农教育，新竹市伫休寒期间特别举办带囡仔来试吃的活动，互学生了解到这食材是对倒位来，也搁这菜色果子因的营养价值，对细汉就建立珍惜食材观念。这什么？洋葱它属什么类？对，它属于根茎类的。茎类。学生来市场上课，这节课的老师是白菜贩仔，学的是食材知识，也认捌菜市仔内底800款的青菜水果。囡仔佮穿水果服装，看起来真古锥。各学生讲，过去伫厝内拢只是看到已经煮好的菜，即马总算知影，原来也未煮进前生做3款。想来这边学菜是从哪里来的？平常我只看到它的煮好的样子，我没有看到它的原形状。学到关于果菜市场的各种知识，或者是
价钱的浮动，或者是台斤、公斤的换算要如何换算。过年过节的时阵啊，大家非常的无闲啊。我想讲，还是囡仔拿来咱果菜市场，不管是上食农课程，还是来参观这蚵仔做生意的，对囡仔来讲是一件非常难得的经验。新德市推动食农教育，举办带囡仔来洗菜车的活动。让菜车不止干那卖菜、买菜尔，更当是观光景点，也是推动食农教育的教室。让迄个囡仔了解讲，这食物啦，包括肉类啦、鱼类啦、蔬菜啦，还有水果味道来。以前有一句话讲，唔捌食过猪肉，嘛得看过猪行路啦。即马拄好倒饼，所以囡仔爱知影讲，比如说即马寒人，咱的樱桃就在南半球，跟北半球不同，这个也是一个自然地理的一个户外教学。人讲食鱼食肉也得菜价，透过食农教育，让囡仔自细汉建立珍惜食材的观念。活动中也让囡仔知影食材来源、生产方式，佮带囡仔看农业检验过程，让因来了解食品安全的重要性。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台南良田文化资产教育园区举办台南工艺新具融合特展，透过14位工艺师，甲这传统技艺还有现代生活美合作结合。这个特展呢是用创新的角度，重新呈现着彩画、刺绣等等工艺，打破传统印象，要让大众看到这工艺生命力。这件布件作品看起来真有路，是国宝大师陈沙绘做的。台湾的展览伫1949年当发展，早期拢用玻璃落去挂，后来艺术摕灰干落去讲，再去落去豆，才呈现特殊的艺术美感。那这幅作品是彩绘大师潘国雄以后做主题，为24号的故事。这回良田文化资产教育园区办新春特展，结合14位传统工艺师来展现工艺品是安怎融入生活美学内面。你做我画啊，规拢红的，代表喜气洋洋嘛，因为会过年了嘛，过年发财啦，还有春到。明朝晚年真的阵就展览啊，到这400几档啊啦，但是迄阵是用讲迄个咖啡后啊，我为着要留物件，我想降转意。展览就是拢伫庙顶的匠师匠，我咧转艺术啦，我是即马是用花杆，虽然不随我讲咧，伊破安怎？你要利用伊的迄个弧度。展览以伫阮兜台语话音做意象，甲彩绘、刺绣、展览等工艺，重新定义厝的概念，像伫正听到当代门神做装摊，甲传统工艺品变做现代生活美学的一部分。主办单位讲，期待透过生活化的方式，让大家通更加挖紧传统工艺。神明厅的部分就是以我们民俗中妈祖就是台湾的母亲，对，我们看像妈妈一个角色作为核心。它旁边呢就代表四海，就是代表以台湾岛为中心的四方这样子。这次的特展，它打破了民众对传统工艺的刻板印象，可能都在宫庙里面啊。但是呢，这些工艺品其实它也可以放在我们的居家环境布置当中。这个新春特展展期到9月17，拢总有45件作品。工艺师嘛向大众证明，传统工艺不只是文本尔，嘛通参现代生活美学做结合。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在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的天气。吉人台北桃园新竹对15度到20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3度到2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4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4度到2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2度到19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